今年第一季度全國結婚人數咧181萬對啊，咁啊相比舊年同期咧就減少咗將近16萬，哇，少咗人結婚啊！結婚人數咧幾年咧持續走低咧，全國各地咧出手刺激結婚。咁啊係好嘢唔使吹啦，結婚咧萬不能俾身邊嘅氛圍組感染啊，搞人結你又結咁樣啊！嗱，講一個史上比較著名嘅殺豬盤啊，宋代大詞人李清照，即使好似佢咁爭強好勝咧，佢都依然係躲唔開身邊嘅氛圍組㗎。當時咧佢係40幾歲啦，咁佢嘅先夫趙明誠咧就過身大概3年，佢嘅屋企人啊親友咧全部都會勸佢話佢身邊追緊佢嘅嗰個進士張汝舟啊，人啊老實啦，唔錯，人哋仲要唔嫌棄你啊，死個老公喎！哇，咁嘅嘢講出嘅咩親戚嚟㗎？一般讚佢老實啊，就知佢冇咩優點啦。如果唔係啊，就大把優點可以講啦。最主要咧，可能李清照咧啲思想比較傳統啊，認為屋企咧始終咧要有個男人嚟主持大局啊。於是佢咪就係由一個單身貴族咁樣懵盛盛咪走過2婚咯。婚後先知道嗰隻張汝舟原來係個渣男，婚前不恭不敬，婚後原形畢露。佢係為咗想搶啊趙明誠留低嘅嗰堆古董，仲要家暴佢喎，打老婆喎，老實人打老婆。當時宋代嘅法例咧就規定啊，女人如果想告老公啊、告離婚啊，要坐2年監㗎。所以嗱，嗰個男人啊先至咁樣有恃無恐咯。古代嘅離婚冷靜期。但係咧，李清照畢竟都係李清照啊，佢即使坐監啊，佢都要將渣男嘅科舉舞弊案啊捅咗出嚟，因為佢嘅進士咧其實係作弊咁樣作考翻嚟嘅。佢點知嘅？我唔知佢點知㗎，反正書上係咁講㗎。渣男咧就坐咗監啦，而李清照咧亦都成功離婚，及時止損。咁當然啦，佢都要入去坐監。不過人哋朝中有親友，佢坐咗幾日監咧，就將佢撈翻出嚟啦。嗰啲婚迷組啊，應該檢討下啦。結婚畢竟人生大事嚟㗎嘛，要稱東弄事，但係亦都要人間清醒喎。其次都係其次咧。係啊，人間清醒啊！